台北市有针对75岁以上适龄等级是第7级至8级的时段，提供免出门就通下注疫苗的服务。那种有需要民众赶紧伫咧8月16之前就要去申请。医护人员坐伫家属边确认身份。台北市针对适龄等级第7级、第8级的75岁以上时代，提供到厝注疫苗的服务，会使透过长照专线甲里长登记注册。为6月中到7月31，已经服务542人。台北市卫生局提醒，8月16是到厝注疫苗的上尾申请期限。医师们出门之前又会再去确认所有家属的需求，然后针对这些需要出门的家属，然后先安排好路线，甚至他们可能是同时间就会有2队的医师一起出去，配合民众的时间以及疫苗施打的时间。如果这个个案就在诊所附近，那我们就使用当天的剩余的这个疫苗，在医师下诊的时间，那可能1个2个就去家里面去帮忙接种。另外，台北市按算9月底开始替高中以下的教职人员注第2档疫苗。不过，即马台湾疫苗无够格，中央政策甲市府的计划三环。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讲，希望中央就思考学生的安全。我们当然希望在第1剂跟第2之间的选择，我们要选择第1剂，让它更多。因为大家知道打了1剂就达到一定程度的一个保护力。在9月27号到10月7号之间，一样的大概10天的时间，我们应该要来帮小学、国中、高中老师来做疫苗的接种。所以我想就是要请中央能够把接种第2剂的需求能够纳入规划。那以确保学生的安全。台北市政府表示，虽然昨有1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来台湾，不过也是无够。最近无大量的疫苗入来，对解封的进度有一定的影响。这嘛是台北市伫咧评估要家己编预算买疫苗的原因。记者郭北坤、陈派文台北报道。